今日咧有段新聞介紹一下嘅，就係呢個韓國企業啊，為餃子呢個外觀嘅造型申請咗專利。韓國食品巨頭啊 CJ 第一製糖啊，就睇先呢個字就係 JJ 呢個韓文啊。呢間公司咧就喺美國嗰度申請咗餃子外觀設計嘅專利喎。咁有啲咩咁特別呢？佢就係講緊呢個餃子有14到16度順時針嘅螺旋接紋啊！哇嚇，底部係要平坦嘅，頂部咧就要隆起一個半圓形咁樣嘅面皮。咁其實餃子個樣基本上都係咁上下啦，但係咪順時針接咧？我就真係唔知啦，亦都冇乜點留意。咁佢又分辨到，佢又可以寫得出嚟，將呢啲細節寫出嚟，就拎去申請咗專利啦。咁呢單嘢其實就網民就反應就梗係最激烈啦，因為你咁樣攞餃子接一接嗰啲我哋啲傳統技藝嚟嘅喎，你攞咗去申請咗專利，咁有啲乜嘢你唔可以申請㗎？但係咁又喺美國嗰邊被佢批到啦。咁樣呢單新聞都係幾得意嘅，咁就分享下俾大家啦，唔知大家點睇呢？